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老早，今日食早顿咯。小人伫遐，是宽尾虎狗当咧食早顿哦。乐乐，你看，宽尾虎狗的尾溜顶头有一颗一颗的纹路。虎狗的身体像狗，面生做像狐狸，尾溜煞甲花条尾同款，有黑白纹路。所以你算倒一种动物咧？小朋友，你感觉虎狗是啥人的亲戚咧？1. 狐狸 2. 狗 3. 花条尾，答案是2. 狗。宽尾虎狗是其中一种上原始的狗，这种虎狗大部分住伫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上，而且是杂食性动物。杂食性动物应该是啥物拢食？是啊，宽尾虎狗介意食青的菜苋，三不五时嘛会食树叶仔，也是虫。你看，这个宽尾虎狗当咧食的是红菜头。嘿嘿嘿，伊的手拿得真好势。好食好食。宽尾虎狗的尾溜会当帮助保持平衡，互虎狗会当徛咧用双手摕物件食。宽尾虎狗行路的时阵，尾溜会自动翘悬悬，因会用尾溜做武器来相拍争地盘。因的尾溜看起来真正足长诶。因的身躯大约是40公分，差不多是3支车的长度，但是尾溜比身体较长哦。宽尾虎狗活动力真悬，大家拢吵吵闹闹的做伙佚佗，是非常典型的群居动物。群居动物，像狗、猩猩、狮仔，这些拢是群居动物咯。群居动物总是一群一群住做伙生活，因可能是一个家庭，嘛可能是几啊个家庭组成。宽尾虎狗就是母系的群居动物，所以查某囡仔伫内底地位较悬。嘿嘿嘿嘿嘿。我是查甫的啦。好，因食饱啊。安尼我来看卖其他动物拢食啥？你是啥人？你才是啥人咧？是安怎徛伫阮兜外口？你想要创啥？歹势，我是乐乐，我毋知这是恁兜，我毋是超工要徛伫外口。是安尼啊。乐乐你好，我是好萌。你拄则徛的所在是我开时间骨力乌的洞穴哦。平常时阮几个伙仔会秘伫遮。你足够学的呢。好佳哉，我有长长的腰仔，让我会当轻松学空。那安尼，阮好萌也是真爱清气的动物，大家拢会清洞穴内计出来的图，甲环境表清气。原来是安尼，不过你敢是逐工认真咧学图，所以才会学目字。你看，你的目睭4颗有影拢黑黑，是毋是看无吧？迄才毋是学目字，我是挂面搭啦。阮住伫烧热的非洲地区，目睭四周围拢是黑色的，这是有原因的哦。伊就亲像黑人目镜同款，会当互日头光放起来面较擦目。因针对一寡运动员，嘛会模仿阮哦。目睭下骹搞袂好黑，就惊日头啊。真巧！对啊，恁好忙早顿拢食啥？恁敢是嘛爱食水果？才毋是咧，阮是肉食性动物，上爱食虫啊。是安怎幼稚园要互好忙徛伫大树身顶头食饭咧？遐敢是食饭的所在？乐乐，你看，树身顶头放体重磅啊，只要徛起哩，就会当知影好忙的体重。好忙哪会知影爱徛伫遐？幼稚园伫大家的好忙徛起哩的时阵，就会互因食物件，久啊，好忙都会晓啊。恁甲宽尾虎狗住做伙，恁敢会做伙佚佗？
安怎讲呢？阮甲虎猴生长无共，食的物件嘛无共，而且嘛有个人的同伴，所以平常时袂做伙佚佗，啊，毋过嘛袂互相抢食物。你爱食肉，虎狗介意水果，大家介意的拢无共，但是阁会当欢喜生活做伙，安尼厝边有影袂歹呢。遐有大只鸟啊，布袋鹅雕像，是真正的布袋鹅。是个白白的，真爽快。嗨嗨，你是啥人？这是爱食草的水滴。我发现水滴生甲亲像猪，阁亲像鸟鼠。水滴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鸟鼠哦，是大型客齿目动物。客齿目，斟酌看伊的喙齿是毋是真长。客齿目动物的头前齿特别明显，因的喙齿会一直生，所以需要食草来磨喙齿。对啊，阿姊，水滴敢嘛是群居动物？是啊，水滴通常是由一只公水滴带一阵水滴做伙生活的动物。那安尼，才哪会干那两只水滴？哦，听讲水滴妈妈最近生一阵水滴仔囝哦。出来啊，出来啊！有两只水滴妈妈，阁有8只小水滴，水滴足够水的呢。水滴妈妈一届会当生1只到8只小水滴，野生的水滴丁一般是20-30只，甚至有超过100只的记录哦。足侪只水滴，才拢挤袂落去啊！水滴敢毋是鸟鼠？安尼伊的鸟鼠袂溜咧？因虽然是世界上上大的鸟鼠，但是尾溜已经退化，所以嘛会当叫因无尾溜的鸟鼠哦。嘛是上爱食草的鸟鼠。菜色嘛真好食。我阁发现伊的脚盘甲鸟鼠无相共。露露观察甲真详细哦，水滴的脚盘阁有毛。小朋友，又看觅，水滴脚顶头的毛是要创啥的？1. 为着要收水；2. 为着要挖空；3. 为着要食饭。答案是1. 为着要收水。水滴毋但介意耍水，嘛是收水高人哦。脚顶的毛会当互收水速度搁较紧。想袂到水滴看起来动作慢，却遐贤收水，连小水滴拢足贤。细腻毋通收伤紧。莫看水滴无点，伊毋但收水速度紧，走起来速度搁较紧。走标的瞬间时速会当达到50公里，比咱人搁较紧5倍。竟然走了比我较紧！对啊，阿姊，这个动物、这个物件，拢是啥人咧准备的咧？这拢是幼稚园咧替因准备的哦。行，带你去动物的灶骹看觅。这就是准备动物食食的所在，青的食材会送过来，幼稚园会经过分配、挑选、称重等步数，佮分别装入去食食盒仔内底。有呢，鸡肉丝，阁有红菜头甲青菜，动物食的拢足健康的呢。拄则加入去的是啥？敢是点心？为着动物的身体健康，有的食食内底，佫会特别加营养品，就甲人会食保健食品同款。幼稚园会认真准备各种动物的食谱。露露伫白板顶头看到的，就是动物食的物件。幼稚园佫会认真观察动物食食状况，照顾大只动物，互伊甲饭食了了。我大概身体无爽快的时阵，拢食袂落。动物嘛同款哦，而且有一寡群居动物，拢是大家做伙食，就佫较需要认真记录起来。露露感觉，敢佫有啥物会当帮助幼稚园确认动物的健康？敢佫会记得咱拄则利用食食啥好蒙创啥？哈，敢讲量体重嘛是一种方法。是啊，除了真明显的外伤需要治疗，动物若是身体内底破病，往往无遐简单发现。
但是只要利用这些训练，让动物惯习量体重，就会当把体重的变化好好记落来，就会当观察动物是毋是有健康哦。我即马是偌重？你有91公斤哦。安尼我爱加食一块。饭爱加食寡。对啊，动物破病的时阵是要安怎才好？敢爱看医生？除了看动物医生以外，嘛会特别互破病的动物刷房间单独治疗。就亲像住院同款。无毋对，其实毋是干那破病的动物需要住院，若是有动物要生囝，也是新来的动物，拢会到孤间房内底休困一下，适应环境。有遮尔侪人照顾，真正足幸福，阁有真侪好食的食食通食。哇，巴肚枵啊！安尼，咱去食饭。好。今仔日看真侪动物食早顿，大家食的物件拢真无同。我发现好狗介意食青的菜色果子，爱食肉的好毛是世界的乌空，水猪真正足介意受水。若受水受了紧，走标速度嘛真紧呢。虽然动物爱食的物件无同，但是大家拢住伫遮，有叫饲员斗相共准备餐点，阁会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。而且我阁知影叫饲员会利用食食来进行动作训练，让动物会当顺利完成量体重这个大任务。小朋友，你上介意食啥物早顿呢？早顿一定爱食，才会强管大汉哦！爱记咧写批寄到乐乐批箱，甲我分享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